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郭家，欢迎收看2月2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电新闻。马上就要开学，市府教育局所举办的校长会议，将重点拢放在武汉肺炎的防疫顶面。市长上午嘛特别出席，勉励各校做好开学防疫工作，并肯定这段期间辛苦的教育工作人员。后礼拜高中及以下的学校就要开学啊！为了提前做好准备，市府教育局也来举办校长会议。会议当中上重要的部分就是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市长王伟霆也特别出席，除了感谢校方提前所做的努力，市长也强调学校所需要的物资拢有做好准备，请家长安心。今年最重要的议题就是防疫的议题了所以说在防疫的过程中，许多校长也透过内部的网络来表达说，他们对于一些防疫物资的准备，以及整个防疫工作他们不了解的地方来跟教育局、社会局来沟通，那我们都一一来给予解答。那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卫生局局长也就是防疫指挥官来跟大家告诉这个正确的 SOP 跟防疫的概念。那么在物资的准备上，其实因为台南市教育局已经做了先期部署所谓超前部署，也就是说在口罩还没有被征用前，我们就已经进了一批口罩。在这个武汉封城前，事实上我们就已经警觉到未来有可能的疫情，所以有一些物资就已经开始准备了。那在消毒水、在酒精方面，事实上也有事先，不管是民众的捐献，或者是这个我们的储备自行的购置，其实也都有相当的量，所以这点部分是要特别跟所有的家长跟老师报告，我们都有所准备的。同时，因才开学，市长也希望会使将正确的防疫观念提供给学生，并影响到家长，共同为防疫来做努力。开学后，如果发生一些疑似的感染，或者是有发烧、咳嗽的同学，我们当然也要准备好一个标准作业程序，怎么样让他可以先不用进到教室里面学习，然后请家长把他带回怎么样让他不会因为他而造成可能的同学的疑虑，或者是可能甚至实际上的感染，这点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当然，开学是一件大事情，除了面对人生的学习之外，但最重要的是希望说这个疫情不会因为开学而有所影响，反而是能够因为开学而把正确的这个卫生教育概念能够带回去，能够降低或延缓疫情扩展的这个可能性。会议当中，除了由着教育局长郑兴辉来报告校园的防疫作为以外，也邀请卫生局长陈仪来做卫教的宣传，说明学生勤洗手的重要性，甲挂喙罨的正确时机。两人也多次强调，还未有社区传染进前，喙罨应该留予需要的人。学校无适合要求所有的人拢爱挂喙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中央同意由药局来卖喙罨。其中，台南一位70外岁药师，因为家己一人顾店爱包药该分装喙罨，加上面对排队民众不满的信心压力，毛市长黄伟霆相当不甘。20号特别替伊加油打气，同时感谢其他药局配合防疫辛苦。口罩实名制实施已经2周。到现在，阁会当看到真侪人排队要来抢买喙罨，互真侪健保药师工课负担真重。台南一位70外岁区药师，因为家己一个人顾店，阁爱分装贩售喙罨，工课负担真重。市长黄伟霆知影了后，非常不甘。20号特别率队前往关心，并送予台南市所有的药师一项实际礼物。在他们的人力的缺乏上，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动员我们的志工朋友来帮忙做包装。那对于物质上，他们有一些包装材料的这个费用上，我希望说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中央已经要订定特别条例，还有编定特别预算，但在中央之前，我希望我们地方先做。所以针对药师们他们的包材，他们还要自费
来购置包材哦，或者是还要用自己的人力哦来来做这个包装的动作。我刚刚再提过一遍，包材的部分我们考量适当的予以补助，人力的部分我们先动用我们的志工朋友来帮忙我们的药师。黄伟哲另外表示，台南市总共有576间社区健保药局配合政府实施口罩实名制政策，真侪药师囥下手边仔工课，义务协助贩售喙安，互民众心安。尤其像区药师，虽然已经70外岁，犹原唔惊辛苦，为民众用药安全以及社区防疫把关，达着减配，嘛特别叮咛区药师，参与防疫虽然重要，也是爱会记得放松家己，多多休困。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武汉肺炎持续延烧，为了让大家会当平安度过这波疫情，为了严控的凌霄保定武良宫将举办消灾祈安法会。20号宣传记者会中，市长黄伟哲嘛到场，感谢庙宇以宗教力量安打人心，稳定社会。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除了需要大家有良好的防疫观念以外，另外嘛要向上苍祈求平安。台南市长黄伟哲20日就率领市府相关单位来到武良宫上香祈求。伊表示，防疫需要人，嘛需要宗教的力量，因此结合佛教、道教的力量，会当达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由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导致很多民众心里面是忐忑不安的那虽然政府机构各单位大家都齐心从官方跟民间大家都齐心抗疫也有效的让这个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看看我们隔壁，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其他的国家，其实坦白讲，疫情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些忧心。那我想说，当地公司部为马爱紧、马爱行的所以在人的部分政府跟民间努力来齐心协力来抗疫，在未知的事件以及信仰中其实也期待这个上苍能够保佑所以我们举办这个护国祈安法会希望让我们心灵求得平静，也让我们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消灾祈安复国大法会活动将伫咧2月23号上午举行，特别是法会所使用的坛城，阁是采用珍贵宝石以及中药材研磨所制成，相当的罕见。这坛城就是用中贵的高药材、高这红宝石、蓝宝石以及这个贡品落这个坛城加火炬。就随着这种病毒一定消灭掉安尼。法会当天，武良宫嘛有准备3000包白米以及喙安要来发送。祈福大法会嘛欢迎大家虔诚参与，做伙祈求神明慈悲加持，度过疫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位于安南区的和顺港区，为了方便区内厂商寄送甲领出包裹，特别引进邮局上新的自动化服务，上伫各界规边的见证正式启用，场面相当热烈。邮局配合数位化卡包，了透过这台结合人工智慧邮箱，民众只用悠游卡就当寄物件，用手机买当收邮件，相当方便的服务。上午台南市和顺港区，就成为第一个引进24点钟邮政自动化服务的工业区，将照顾区内500多间厂商甲周边的民众。上午正式启用，场面热烈。3、2、1，不敢讲，来。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 i 邮箱，i 邮箱就是。邮局在发展智慧物流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直接用自助式的、自动式的 AI 的方式来享用邮局的服务。譬如说，你只要有一张悠游卡，你就可以在我们 i 邮箱里面去
寄邮件、寄包裹，你不用再跑到邮局去寄了，又不用等到邮局要下班了哈。那如果说你有一只手机，人家寄给你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爱邮箱去收取包裹，不用说在家里面等邮差啦，或者是说我还要拿身份证印章到邮局去领，像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利用这样子的服务，让更多的民众认识邮局，也知道邮局是与时俱进的。开始时代的进步，邮政透过自动化服务，除了省时省工，嘛避免民众排队寄邮件的困扰。特别伫现在疫情冲击的时机，嘛是因应在经济上好的展现。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一些经济的活动，其实都已经逐渐导向一些宅经济的一些情形哈，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啦，我们的商圈啦。或者我们的一些百货公司、商场等等我们都有许多一些宅配的服务。尤其现在目前在这个武汉肺炎的时间呢，很多的一些民众跟消费者呢，他们大概都比较不出门那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经济活动，其实业绩也都平均掉2到3成那我们市政府也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都鼓励我们的一些店家啦、市场啦或夜市，他们可以有这些宅配，或者是说推出一些网购的活动。然后我想这就是我们配合一个宅经济的一个兴起，那也是可以让民众有一个更便利的一个消费选择方式。对此，和顺港区厂商协进会理事长戴文祥嘛代表所理干事感谢邮政单位无少党主设立，加上因虽然是私办，不过同款得到政府真大协助来共享邮局上新的服务。台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大台南发展智慧交通，主要是现代化交通的管理，主要嘛是要让车主更加省时方便。其中陆续建立有缴费条的智慧停车格，预计5月底就将有2000席。高雄区停车管理处强调，车主停车要离开，只要简单操作3个步骤，唔免去走去桥上桥。民众只要看到这个价位的号字，或者是路边挂这个缴费条，拢是台南市政府甲防治所合作的智慧停车格。这个系统就来当自动翕出车牌，甲计算停靠的时间。
后民众停车了会当直接缴费，较袂袂记哩，嘛节省政府开大人力。停管处提醒车主停车了，简单的3个步骤就当离开。其实我们这个智慧停车柱，它现场的缴费程序非常的简便啊，其实只要3个步骤哈，其实大概就做一个结账钮确定。好，那我们来第2个步骤就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的车号，那再来就说一个停车的一个金额，那最后只要拿出你的一卡通或悠游卡，在我们这个位置现场感应一下，那事实上就完成整个付款的一个动作。预估高雄局停管处表示，目前单市到今年5月底，将设立2000个智慧停车格，主要是伫安平区、东区甲中西区，民众需要停车，买当下载台南好停，或是停车大成功等 App， 会当查询对搭各位免乌白色。这样的智慧停车格，其实在台南市我们从去年推动到现在，其实我们计划是在台南大概是推动是2000席的一个格位了哈。那截至去年到现在大概目前已经正式上线大概是900余席，那大概到今年的3月，我们会再增加上线500席，大概是到我们今年的5月，我们的2000席都会正式上线来对民众做一个服务。智慧的交通是在我市场推动智慧城市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啦。那我们推动智慧停车，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些资讯的发布，让民众能够更快、更容易的查找到我们的一个停车格位，那可以节省民众他可能停车找寻车位一个绕驶的时间那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整个交通上的一个行车的一个安全。政府除了建立2000室的路边停车条的设备加技术，也伫交通的热区建立2500室的地池，同款是智慧停车服务一环，拢是要替民众再来更多元利便的服务。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全台湾上早发展芳草相关产业的大港社区，不止成功延续到今，目前也个积极申请社会企业公司要延续经营。今年1月，因正式伫安平开店，推出加强版的控棍产品，甚至设计抽签诗以及文化创意的新包装，要来吸引少年人眼光。大港社区发展协会芳草产业为了延续经营，对县市合并以后，就积极拓展据点来销售。特别伫申请社会企业公司的时阵，因选择今年1月正式伫安平做旗舰店来服务。虽然现在拄着疫情的冲击，人潮买气较冷，不过因为因的杀菌消毒产品天然健康，也收袂少老顾客回来交关。加上现在酒精等物资买无，嘛互因再次感受危机变成转机。一直诉求就是自然、健康、环保。从以前的登革热疫情开始到现在，那个时候的危机已经转化成我们的生机。那现在又遇到我们第2次的疫情的时候，也是一样是我们的危机。我们就在试想，外面买不到酒精棉片，买不到酒精，那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就是人民百姓，还有一些学校的小朋友可以用到比较天然、不刺激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透过管道拿到的酒精呢，就是添加我们自己社区的茶树纯露跟那个香蜂草的纯露。除了它可以杀菌之外，可以透过茶树的功效，让我们的杀菌功效加强，还有一些保护的保湿的作用。就是这次我们主推的这种商品。当然，因的产品伫安平华新店面经营以后，嘛希望包装在地化，用文化创意来吸引少年族群。所以，除了将原本国语的洋言洋气地包盘手改成台语的高草环，将省亲如愿改成行大裤等等以外，嘛加入抽签诗的趣味活动，要替民众加优秀，成为游客打卡的新地标。所以我那时候就说，进来是不是？我们这边有诗签哦，你要不要玩玩看啊？比如说，假设你现在是有考试困扰的，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现在觉得你有帅哥烦恼的，或是你想脱单，大概过年就假设好你想脱单，这个脱单，然后我后面会有一个解答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会羡煞单身啊，比如说我可能就会给你一个诗签的解答，然后解答就给你一个诗签，然后我这边会有解答。解答就是说，人生在走，人气王要有，喜出桃花好魅力。就是你是想脱单，所以我会建议你什么？我就建议你说，我有一个那个什么人气王的颜，对我就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样子去带商品，对，而不是说，你来看看哦，我们有在卖盐，我有在卖茶，我有在卖精油，我有在卖防蚊液，感觉就是对，所以我就想说，这样子会不会在销售上是增加一点趣味？
台江社区产业的永续经营已经迈入第2个10档，主要是全台湾上早发展芳草产业的社区，甚至无计成本投入爱心公益回馈，嘛使人敬佩，继续因传奇的故事。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出身台南市关电的企业家谢天宝，并用下的热心公益回馈地方，这摆个关键予台南市政府一台价值350万的救护车，相当感谢。开警报器。出身咱市关电区的谢天宝董事长，事业有成，热心公益。日前因为知影关电消防分队的救护车老旧，需要替换。伊马上就决定要捐赠一台价值350万的救护车，予关电消防分队。而且这台救护车佫配备了多功能的生理监视器，为了这识别的加入，更加会当提升患者到院前的紧急救护品质。在原来台南县，尤其在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有时候救护车的这个载送伤患到医院，往往需要一段时间。那如果能够掌握好这个一边救护一边把患者的状况传达给医院，那这样医院就不需要重复再检查，而且医院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直接在伤患到达的时候，或者病患到达的时候，就直接用什么方式来加以急救。这点我们是非常感谢新兴旅业的谢董事长，长年以来这个热心社会公益，那不仅捐了救护车，也捐了这个消防用的机车，对于这个社会公益，对于这个帮助人的事情，永远不落人后，而且是率先来做，这点是非常非常感谢的。谢董事长嘛表示，这类捐赠，伊是以处置社会、用知社会、用感恩回馈的心来进行。捐这个车最主要就是用感恩的心，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回馈给故乡，回馈给故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未来敢有迄个可能会捐第2台？有可能，我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如果有需要的话，还是会继续做。新兴旅业谢董事长希望透过这次的捐赠，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让这份爱会当持续发光发热，帮助更侪需要帮助的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2月20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